係80歲老人家可能會係成日都韞喺屋企咯，係咁同埋係咁係會冇乜朋友，之後可能會好容易抑鬱咯。我覺得咧就係孤獨問題啦，健康。Not being able to remember the things that I enjoyed throughout my entire life. 那天我说人到70古来稀，他们不稀了。现在，你看80岁的人很精神哎。就想着跳舞，使我们更加的自信，更加的去追求美、创造美，使我们的晚年生活更加豐富多彩。咁呢個情況唔係話年紀就局限你揾到一個地方可以去自己喜歡嘅嘢，咁你咪去做你嘅高興嘅事咯。美國國家科學院曾經針對71,400位長者進行長達30年嘅追蹤研究，並且結合咗大量嘅調查數據，發現越係心境開朗、態度樂觀嘅長者，唔單止壽命更加長，亦都更加有可能喺身心健康嘅狀態之下活到85歲以上。今日我哋嚟到聖荷西救世軍開心舞蹈隊嘅排練場地，睇下呢一班平均年齡70幾歲嘅長者係點樣透過舞蹈去揾到開心、成就感同埋歸屬感。舞團最初喺2013年成立，一直以嚟都係由馬老師同埋太太兩個人負責打理團隊事務，團員亦都會好親切咁樣稱呼佢哋為老師同埋師母。我係馬國英，我係救世軍嘅總幹事，係聖荷西中文堂嘅負責人。我叫做高慧萍，又係香港嚟嘅，我係救世軍嘅兵仔嚟嘅啫。今年73歲嘅馬老師，佢同太太一齊喺香港成長，從小就活躍於教會嘅活動。移民美國之後，兩個人亦都持續投身教會服務。起初我哋喺灣區先嘅，後嚟咧有20幾年喺中部，咁然後翻嚟嘅時候已經有15年啦。咁咧就喺屋崙啊，同埋喺南灣呢度聖荷西嗰度工作同埋侍奉幫手。不過大家可能會好奇，教會同埋舞團之間有啲咩聯繫呢？原來呢個故事要由2013年講起。特別喺聖誕節嘅時候咧，我哋會探訪好多嘅不同嘅療養院、醫院、診療所嗰啲入邊有啲長者啊，需要我哋去探訪嘅。咁咧，我哋就成日去，有時咧就定時去唱歌、讀聖經，同佢哋一齊開開心心。咁上到咧就突然間有啲姊妹跟住我哋去咧，啲女士咧就去跳舞，咁咧我哋就發覺咧好受歡迎，咁咧帶好多歡樂俾佢哋，咁咧亦都成立咗呢個舞蹈團咁樣，就定期咁樣去參加呢個外展嘅活動。憑藉住呢一份喺節目期間為長者送溫暖嘅初衷，舞團就正式成立咗。後嚟隨住演出嘅機會逐漸增加，舞團嘅演出亦都唔再局限於節日嘅探訪。有時會落大雨，係嘛？我哋都全部都唔覺得一件事。真係有一次啊，落雨落到我哋濕晒，有啲人去停咗車，又要走入去不同嘅位置。你知啦，有啲療養院唔係咁容易去到個地方去揾一個陌生嘅跳舞嘅地點。咁佢哋真係揼濕晒，咁你又要去換衣服，又要去跳舞表演之後出嚟又濕，但係呢種係一種感受咯，係嘛？佢哋唔會覺得一種係挫折啊，或者阻礙，只係加添佢哋嗰種心裏邊嘅火熱咯。呢啲嘅經歷令到團隊更加堅定咗繼續投入社區服務嘅決心。淨係喺過去嘅1年，舞團就已經完成咗接近20場嘅義務演出，遍及南灣、屋崙同埋三藩市等地方。而且佢哋唔係淨係準備表演，更加會自費準備小禮物送俾長者。裏邊咧就係個名稱，一嚟咧就係帶引呢個主題，二嚟咧就係佢哋真係感受到喺度經過一齊去學習磨練同埋表演，佢哋係真係有歡樂。咁而且唔係佢哋有歡樂，而係佢哋帶到俾觀眾啊，同埋我哋探訪嘅長輩啊，好多出唔到嚟嘅啲長者啊，譬如我哋有啲喺康復院嗰啲，係嘛？咁樣佢哋
見到我哋為佢表演，佢哋真係有時真係流眼淚嘅啊！我哋都好知道佢哋好感動。他們在前面，沒有，你要這樣，然後這樣，那是笑。每一次嘅演出背後，都係團隊無數次排練出嚟嘅成果。而現任舞蹈老師段蘭芳嚟自雲南，佢亦都好自然咁樣將具有當地特色嘅民族舞蹈融入教學，令到灣區嘅觀眾同埋長者都有機會欣賞得到充滿雲南風情嘅舞蹈演出。就是說大家物質生活也挺好了，對吧？做點奉獻，你看去跟他們獻點愛心，看着那些老人家高興，覺得他們幸福，我們也覺得能為他們做點這個事，我覺得我們也很驕傲的。今年70歲，擁有26年舞齡嘅段老師，佢喺大約1年之前加入舞團擔任老師。雖然大部分團員都係零基礎，教起上嚟其實都有啲吃力㗎，但係佢仍然好耐心咁樣由頭教起。姿勢不會擺，然後隊形不知道，尤其是零基礎開始的這些人，是不容易的。他們，記這個動作，大家都老了。你看我們這裡最大的83歲了，其他都是快80歲了。而嚟自東北瀋陽，今年78歲嘅于紅喺50幾歲嘅時候開始學跳舞。佢認為隨住年紀越嚟越大，身體當然有陣時會有啲攰啦，但係跳舞帶俾佢精神上面嘅滿足感同埋充實感，先至係佢最珍惜嘅收穫。可能是有時候會覺得累，可是我們累着、愉快着、快樂着，我們就不覺得累了，累點也高興。正所謂台上1分鐘，台下10年功。一首短短幾分鐘嘅曲目，可能係整個舞團幾個星期以嚟嘅練習成果。有陣時為咗演出盡善盡美，大家仲會自願加班練習，毫無怨言。我們那時候就是正是大熱天，夏天嘛，我們也是在這兒排練。哎呦，我這加班加點的那麼練的就身上衣服全濕透了，大汗淋漓的。就馬老師和師母就特別心疼我們，說：哎呀，你們可不能再練了，再練你們會中暑的。然後他們兩個就去給我買西瓜，弄那個冰水。事實上，馬太太除咗統籌舞團事務忙前忙後之外，佢自己本身亦都係有份參演嘅舞團成員之一。參加舞團時咧，唔係我跳得好，而係咧又俾其他啲隊員有個鼓勵咯。係啊，跳舞嗰啲人員咧都覺得哇，如果我老咗咧，都有人跳舞俾我睇，真係好啦。所以佢哋好開心，好想去喺啲長者度表演俾佢哋睇。啊，佢哋個個開心，我哋都好開心。咁嘅結招咧就係你睇見到清楚咧，就係成個都係個縫口咧都係有問題。喺過去2年，馬太太相繼做咗2個膝頭哥替換手術，曾經一度行動好唔方便。雖然醫生原本估計佢需要1年先至可以恢復，但係佢喺手術之後5個月就堅持返到去舞團練舞，只係因為佢唔捨得錯過同大家一齊跳舞、一齊歡笑嘅寶貴時光。嗰時都係揸住啲拐杖啊，揸住個 walker， 然後拐杖啊，都係咁跳舞就冇揸拐杖啦。就有冇人見到3隻腳揸住個拐杖跳舞嘅咧？馬太太認為，令到成個團隊凝聚喺一齊嘅關鍵，係在於每個人都好開心咁一齊投入去到一件充滿正能量而且富有意義嘅事情入邊。喺不斷嘅排舞練舞嘅過程入邊，團隊成員之間亦都逐漸培養出默契同埋信任。感受就係友誼啦，我哋個個都個個彼此都了解啊，咁樣覺得一班姊妹有咩都可以講。係啊，我覺得呢種聯繫咧就喺舞蹈組裏邊能夠形成嘅，因為當你認識某一個人耐咗，你睇佢跳舞係嘛，或者你睇到佢同你嘅動作一樣嘅時候，你自然又有共鳴，或者你又喺個團體裏邊咧，你會揾到你自己嘅同感。
係嘛？彼此嘅關懷啊，咁喺特別團結，這兄弟姐妹們，而且越來越和諧，越來越好，大家都拧成一股繩，就是想把這個舞蹈跳好。舞團嘅練舞場地喺聖荷西，由於團隊入邊唔少成員都冇揸車，馬魯斯夫婦唔忍心佢哋次次都要等好長時間巴士，所以每個星期都會由 Fresno 開車2個小時上嚟之後，再將有需要嘅成員一個一個咁樣接上，結束之後再將佢哋一個一個咁樣送返屋企。我覺得就是愛心，有大愛，整個這個集體都有大愛。住得遠，花時間，零基礎，冇報酬，甚至經常需要自己揞荷包負擔交通、餐飲同埋服裝等等嘅開銷。舞團其實有太多理由可以選擇放棄，又或者至少減少演出嘅次數，但係佢哋始終都係冇咁做。就喺跳舞裏邊，你表達到乜嘢咧？我覺得就係呢個喜樂嗰個名稱喺度啦。唔係單止你自己喜樂啊！你跳咗個舞俾啲長者，你得到乜嘢啫？我哋又冇收入，又冇回應，但係見到佢哋開心，咁呢個就係我哋最大嘅收穫。而最令到馬魯斯夫婦印象深刻嘅係大概喺2年前舞團去到盲人中心嘅一次演出。呢一次嘅經歷令到佢哋體會到原來喜樂唔單止只係能夠靠視覺呈現，仲可以通過感覺嚟傳遞。聖誕節嗰時去有一間呢度嘅聖荷西嘅 Blind Center 盲人所，咁我話盲人所點樣睇我哋跳舞㗎？係咯，點啊？係真係好奇怪喎！你跳舞咧，佢跳埋一份啊，佢企起身就喺個座位度跳喎。我覺得佢哋感應到嗰個頻率同埋音樂啊，同埋嗰個旋律，可能睇唔見，但係佢心裏邊睇得見。除咗能夠回饋社會嘅意義之外，馬太太認為參加舞團更加能夠為佢嘅生活增添咗好多意想唔到嘅收穫，同埋對你自己嘅心情又好好嘅。你至少你練舞同埋啲姊妹一齊嗰陣時候咧，你乜嘢都唔諗到啦，乜嘢都冇諗啊。乜嘢唔開心啊？有咩激氣啊？有咩嘢啊？你都冇諗到嘅。除咗精神層面之外，喺身體健康方面，舞團又帶咗啲咩好處俾團員呢？自從給他們跳舞以後，叫他們要身子直起來，對吧？所以現在有好多身子也直起來了，鍛鍊了他們的駝背，對吧？那時候我就拿瓶礦泉水啊，都很吃力，就那水瓶覺得壓在心上不舒服。通過跳舞以後吧，就身體逐漸就好了，而且身體越來越好，越健康。所以身體一健康以後吧，自己心情也好了。心情好了以後，你跟老公也不吵架了，也沒時間吵架了。反正平常身體很差，包括我自己，我也很差。但是自從跳舞以來，真的個個就說我就精神了啊，就精神狀態就不同了，這樣。像我女兒也是很支持跳舞的，媽媽你去跳，你去跳，只要你高興你開心就好了。我女兒說的，你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每天最快樂了，是我。Captain Matthew 係救世軍嘅牧師，自細就喺教會入邊成長。過去15年，佢同太太一齊服務全美各地救世軍，足跡遍及阿拉斯加、夏威夷、蒙大拿同埋加州等等嘅地方，而家則喺聖荷西呢度繼續投入社區服務。My wife and I will be here 1 year in July. July 1st is when we arrived here at San Jose. And immediately we were introduced to the Chinese ministry through the ministry leadership of James, and we were able to get connected with what they do as the ministry here at San Jose Temple and how they bring that gospel message out, just not here at the church, but in the community of San Jose as well. 事實上，舞團除咗肩負咗為長者送上溫暖同埋關懷嘅使命之外，亦都喺推動聖荷西地區唔同族裔之間嘅文化交流上邊扮演咗重要嘅角色。就好似佢哋會喺社區嘅節慶活動上面表演中國舞蹈，令到講唔同語言、嚟自唔同文化背景嘅民眾都可以瞬間透過音樂同埋舞蹈拉近彼此之間嘅距離。I think that what we've been able to do here is kind of bridge the Chinese ministry and the Spanish ministry and the English ministry together. For example, we kind of bring a little bit of everything for our Sunday services, whether we sing in Spanish or we have Chinese dance or we have Chinese songs.
正正就係因為呢一份共同嘅信念，令到馬老師夫婦、段老師、于紅、Captain Matthew 以及舞團入邊20幾位嘅成員同埋老師緊緊團結埋一齊。我以前做餐館嘅，一路讀書嚟美國嗰陣時咧，就喺餐館做啦。每個禮拜日排練結束之後，大家仲會一齊下廚共進晚餐，就好似今日呢幾台豐盛嘅菜肴，全部都係由馬老師一手準備。當然，其他人下晝仲喺度排練嘅時候，佢早已經喺廚房默默張羅。一人一個。王老師可以了，我們自己來。剛剛面對社會上面認為年紀越大，生活品質就會逐漸下滑嘅刻板印象，舞團嘅成員希望透過自身嘅親身經歷話俾大家知，即使到咗80歲，只要心入邊有熱情、有目標，仍然可以積極追求自己理想中嘅退休生活。一個長者咧，如果佢身心運動喺健康上邊，我哋有啲80幾歲係嘛，都仲可以跳啊！舊年仲有一個90幾歲添係嘛。咁呢個情況唔係話年紀就局限你跳舞嘅時間，而係你嘅參與係嘛？你揾到一個地方可以去自己喜歡嘅嘢，咁你咪不妨去做你嘅高興嘅事咯。按照以前的人來說，70歲就很老了。但是現在就像你說，那天我說人到70古來稀，他們不稀了。現在你看80歲的人很精神哎，使我們更加的自信，更加的去追求美、創造美，使我們的晚年生活更加豐富多彩。有啲時候可能身體會變老啊，但係你人老心不老，咁你就好隨和，咁啊自然嘅就應該係冇問題噶啦。90歲都應該一樣。雖然演出任務好繁忙，但係團隊都識得忙裏偷閒。喺6月嘅時候，佢哋甚至會組織一次團隊旅行，一齊去到大峽谷同埋拉斯維加斯旅行遊玩。展望未來，佢哋只有一個目標，就係延續舞團嘅精神，繼續開心咁樣享受生活。能夠表演更多嘅喺身心上邊咧，能夠更加往上更進一步啊！好似個大家庭咁啊，個個都好開心，要越跳越好。就是說，包括我自己也要提高舞步永不停歇。說跳到80歲、90歲不是夢，這就是我們的理想。